你就把这龙骨喝了吧，你快点喝，再不喝凉了就更臭了，都得。芊芊为了韩硕盗取龙骨，可见真心。可到现在，他二人还没有圆房，这问题能出现在芊芊身上吗？韩硕此人狼子野心，这事儿是我大意了。我看他就是想利用芊芊，谋取龙骨。可刚刚韩少君可是将第一口龙骨汤亲口喂给三公主的。哼，做做样子谁不会啊？可最后这龙骨还不是让他喝了？敢在我眼皮底下玩弄心术的，他还是头一个。哼，我要将韩硕重新变成一个废人。那三公主的，哼，就算养条狗，也要养条听话的留在身边。见过韩少君，属下听闻少君已经服下龙骨，刚刚将喜讯传回了玄虎城。想不到玄虎城的势力竟渗透至此，幸会了，杨司户。少君深谋远虑，多亏昨夜三公主府上的一场烟花，二郡主追查我时行迹败露，我才有机会与您相见。昨夜那场烟花，并非我所为，我算不到这么精准。少君过谦了。如今少君心急已除，我们计划已成一半。接下来只要伺机而动，精兵南下，一举拿下花园城。花园城的乌石矿就要改姓虎了。杨司户身为女子，在花园城岂不是更如鱼得水？为何会效忠于我呢？我虽身在花园城，但心系玄虎城的家人。属下愿为少君效犬马之劳。既然如此，韩某有一事相求。少君请说。日后若有人论及三公主之事，还望杨司户出言维护，护她周全。我不希望芊芊再发生任何意外了。是。二郡主，我们还是禀告城主吧。昨夜任务失败，让母亲知道了，肯定又会嫌我无用。可您的伤势太重了，或许城主看见您的伤，就不会责怪您了。昨天母亲在月里府照顾芊芊一夜，就别再让她劳神了。听说三公主直奔宗祠抢了龙骨，替韩少君治愈了心疾，历来都是只有城主和少城主知晓龙骨的下落。您说三公主为什么知道龙骨藏在了祖宗祠堂？是不是城主已经决定传授？子竹，不准胡乱猜忌。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我猜三妹不过是凑巧找到龙骨。那她昨夜在府上放烟花也是凑巧吗？还害您受这么重的伤。看什么呢？这是连续剧，你以为我偷个龙骨就完了？这还有后续呢。哪里来后续个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少君放心吧。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。会着。我的武功呢？我是个废人，我该怎么办？没听说端火伞有这个副作用啊！芊芊，芊芊，你怎么了？
都以后，我竟然武功全无，我陈芊芊从此以后就是个废人。母亲特意为我开设的武士卓选，我也不能参加了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绝。突然好想吃石榴，这个季节应该没有石榴。也对，武功尽失的人不配吃石榴。白金，去买石榴。是。少君，石榴。石榴。我只是想看看有没有，有就放心了。没有胃口，吃不下。拿走。少君，不如我修书一封，你我解除婚约吧，去投靠我二姐陈楚楚吧。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，二姐受众人拥戴，前途似锦，定会护你周全。二郡主身负重伤，情况并不怎么好啊。什么情况？哪个混账竟敢加害于他？那位二郡主执行秘密任务，约好了以烟花为号，不知道是谁提前把烟花给点了，二郡主的行动就暴露了，这不给人家滚名声了吗？烟花怎么会照到楚楚呢？烟花，兴许只是个意外。韩少君还是可以考虑一下，在二姐。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三公主好生休息，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韩某。走，你给我等着！他们已经走了。居然不肯走，罢了，日后再寻机会将他送到楚楚身边吧。他也不会一直留在一个废物身边。能保住小命，已经耗尽我全身力气和演技了。石榴。